来念歌咯。昔时贤文花女谆谆，故事拄啊讲到廖添丁红龟来到德山地。这个土地过去上侪人讲的话，你还会记得偌济？我的车行到伊就暗暝伊就丢，哎哟崩空啦！礼拜日文昌你来去找我们过年啊？哪有？好容易，做不来麻花汤啊，米糕、凉面、臭豆腐、大肠面线、花包素心汤、鸡肉饭、萝卜饭、面。泡一杯咖啡，兄一锅茶，医疗也来坐。讲戏出小交陪，甲历史约会，找找故乡的爸母话。暖暖站门客，咱的故事探万地。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查门客电台制作，公司主持。饭米烧鸡肉看连汤，牛肉面、肉粽、肉丸，真好食。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客节目，我是家叔。现代台湾农村拢已经机械化，差不多看袂到牛伫田林犁田的景致。即摆台湾人普遍嘛拢有食牛肉。一世界拢看会到牛肉面店甲牛排店，甲50-60年前的台湾差真济。今仔日拍远的故事，咱要来讲一个疼牛比疼某较功夫的做事人上牛的往事。邀请空中好朋友斗阵来收听，但面人的田庄人气技术，小弟啊掠牛。我上兴食的料理是蚵仔、沙西米甲牛排。阮故乡鹿港、二林、丰原沿海，一直到云林县的麦寮、大溪、四湖、口湖，是台湾产蚵仔上好的海域。这个蚵仔肥，毋过毋是亲像美国的遐大面，实在是全世界罕有的好食面。我毋是要讲关系蚵仔的代志，阮规家伙仔拢爱食蚵仔。这无啥通讲，阮伊啊无赞成我食沙西面甲牛排。沙西面是鱼仔青食，阮阿姨讲袂输青番嘞，惊食了拍歹身体，这我会当理解。讲到牛排，就真费气。做事人甲牛的关系，毋是三两句话讲会清楚的。我讲小弟啊掠牛的代志，互恁知。就会当理解做事人到达要坚持无要食牛排的心情。德阿因兜有正价地，亲兄弟啊，只有这点土地算有较艰苦。讲来，德阿因是世代大家的人，哪会土地比人较少？捌听庄人老一辈的人讲。听讲，因阿太时代，因庄家的土地是附近上大片的。了后一代搁一代，男丁上旺，一直分家伙，毋才会愈分愈少。因阿祖是5兄弟，一人得1/5。因阿公搁6兄弟，剩分1/6。得啊有一个阿伯，4个阿叔，安尼因阿爸嘛是剩1/6的财产通分尔。算数较好诶，会当斗算一个5/7，搁6/7，搁6/7。得啊，因阿爸得个财产是祖台180%，免讲嘛一块仔尔。亲兄弟啊，做嫁外地，日子要安怎过？佮讲六六啊，都拢会当娶某啊，今早晚嘛爱分开食，安尼一个人嘛才分无2分地。这是德啊因老爸上烦恼的代志。德啊做大囝的人，爱比小弟啊担较侪责任。自少年时代起，
到日时要学土地，有工就趁，会使讲做甲无暝无日。庄林的人毋接尻川后叫伊小迪啊，这毋是完全的形体鄙笑伊，有恶老的意思在内。迪啊13岁起就落田、屎、犁、捧、拖热肠、拍蜡烛、换手背，逐项拢会。这毋是人熬，是牛咧拖咧犁。迪啊家己做毋正实尔，大部分的时间拢去因膝头趁工。会使讲，自做囡仔会晓饲牛起，迪啊甲因兜迄只牛，就拿互运命的锁啊绑做一伙，一天24点钟甜安安。哪会讲24点钟？土地少的人厝嘛带细间，人困甲瞌咧无要紧。迄只牛较安怎嘛着一根牛条？听庄林的人讲，迪啊为着守迄只牛，甲牛条拼甲遐尔清气呢，放牛放屎随着甲清，讲安尼较无网虫啦。迄时拄战后，日子无啥平顺，有人出来做贼，都市着捡柳仔偷钱银，庄脚无啥值钱，偷掠鸡掠鸭是事常的。偷牵牛算大贼股，即款贼仔牛毋敢牵去牛墟化价，有时太太破破咧做肉牛卖。迄时喊讲隔壁庄有人碰见牛，迪啊毋敢困，伫牛条顾规暝，尾啊规气伫遐泥网搭厝草树仔困。迪啊顾牛是比人顾某较体贴温柔，牛惊热，迪啊甲呛水，哪像洗身躯安尼，出门嘛拢炸一支长下讲，狗仔边随时养水甲淋呢。若有比赛清气牛，那只是个清洁宝宝安尼。阿迪啊，迄只牛的确会热血。阿迪啊，食到20外还袂出，牛比某较重要。这个时代有口蹄疫，迄时嘛有精神仔咧着济，真差无即款事尔。迪啊，迄只宝贝牛煞去喂着，袂食袂困，四肢无力。请兽医来注射嘛无啥惊气，人对牛咧袂食袂困，比牛较食力。小迪啊，规个人是散机落血，连因6个小弟甲3个小妹都咧为伊操烦牵挂。医学的物件毋是做世人所会当理解的，注射、灌药啊，每日安尼照顾，要是无就解救迄只牛的性命。死牛要互人车去烧掉迄早起，迪啊一个人坐伫沟仔边，看沟仔水悠悠啊流。风一阵一阵对迪啊尾摇落来，甲沟仔底的云影甲空的天烧甲一零一零。这是伊逐工牵牛来过夜的所在。伊放声吼，袂输死爸死母迄款吼声。甲透早的田园搭一间哀愁的梦雾。过几工，有人报讲伫位仔有牛要卖人，叫阿迪啊去送牛。阿迪啊，你听我讲，迄口灶是落够的，讲有几若户做伙要移民搬去巴西开垦。哦。遐敢毋免用着牛，去遐嘛着牛无毋对，毋过坐船仔讲爱几个月才会到。搁再讲牛嘛袂当买船票，无法度甲牵去。安尼哦，啊无来去看一下嘛好。伊就是阿迪啊。我来看牛。阮遮拢总有6户。逐户拢有1只牛，有2只已经引人啊，还剩4只。庄林甲伊斗阵去的人，甲阿迪啊鼓舞讲，4只拢看起来勇勇，出价阁真公道，会使合1只起来。阿迪啊4户走来走去，逐只牛上了阁上，一天袂当做决定，翻转工阁去看。侥幸哦！
传播对看嘛无上遐功夫。过一礼拜，阿德啊还未决心，三只都要互人买去啊，剩一只尔，伊也无啥通拣。主人家是真忠厚的人，讲阿德啊，若钱较亏，会当搁减。钱的代志好参详啦，阮是听人讲你阿德啊，小牛出名的，甲牛卖互你，阮真放心。听庄里的人讲。迄只牛毋是有啥缺失，无人要买呢，是主人家毋甘凊彩卖，为要报答伊对即个家庭的贡献，甘愿赎卖，互疼牛若疼某囝阿德。厝边嘛拢囥阿德甲买落来。阿德啊，你去牛墟是掠无遮尔俗个用诶，牛就是牛，用啊会扛一屎就好啊，哪会着计较遐济要呢？阿德啊，煞起戆神，一只牛是要做伙一世人的，哪会使凊彩掠一只？佮讲，我是想要找哪像我过身迄只共款的，才要买。通常过身是用伫人的，阿德啊，甲伊的牛死去，讲是过身，就知影牛伫心内占啥款的地位。过一个月，阿德啊要是无牛通使，做一盘拢笑伊伤直。人迄牛是要用来甲人斗做工课，阿德啊咧，煞咧甲牛博感情，亲像人死某三冬内，毋敢要娶新娘共款。就是啊，一样草700款牛，要哪有介意原生迄只共款的牛？附近宝岛较热闹的北港，拢有大牛市，就是人称作是牛墟的。阿弟拢去找过，就是见无一只斗伊的。要用牛的时，先甲厝边搬一步啊，替人刮草料钱。得甲因后爸问伊讲：，迄只牛若用，咱就甲掠转来。反正是一只牛尔，太着考虑遐久。无牛是要安怎做事？你敢若即阵啊无去因工课，就了偌济去啊！得甲应讲：，牛有牛性，敢若用若毋知性，伊袂听咱讲。人会当用讲话小知影性，牛甲咱无话讲，要知性较学。互我加看几只，无差迄几工。我毋是嫌贵，是惊掠着歹性地的牛，迄就真费气。有一个礼拜日要到，伫位仔人规家牵迄只牛来，讲是要送互得啊。早起阮去做礼拜，有甲牛的代志讲互教会的牧师甲会友听。即只伫阮兜一世牛，甲规家伙仔拢足亲近。阮甲牛当做家庭的一份子，袂当带伊去巴西，就咧艰苦心嘛，要甲卖掉。万不一，若撞到歹主人，惊会去开着即只牛。阮全教会的人拢知影阿迪小牛，伊驶牛的时，手里嘛会摕藤条，毋过无人看过伊甲迄只牛摔过。随望一只牛会使卖不止啊侪钱，总是较侪钱嘛无人咧卖某卖囝。迄只牛对因来讲，就哪像即款的。
庄卡人真刁直，无缘无故，人一只牛要互因，收的人心内袂得过。过3天，阿德啊请一出大戏去伫有影庄搬，讲是要送别离乡去远远，毋知倒位巴西的6户人。大家拢知影，伊是得人一只牛袂过心，专工搭车人的。戏边骹的大树边，阿德啊牵起只牛伫遐，台下顶锣鼓八音拢拢叫。阿德啊一直咧甲牛讲话，讲啥嘛敢若伊知尔。主人的囡仔伫边啊嘛无看戏，看牛甲阿德啊咧互相熟悉，小争要饲只尾互牛食。到尾仔时，阿德啊要牵牛转去，双方面拢流目屎。毋那人咧流目屎尔，连迄只牛嘛咧流目屎。主人规家伫门口埕，目睭金金看阿德啊甲牛的身影，西边红红的日头光，甲因的影扭甲真长真远。迄只牛掠来了后，阿德啊同款安尼犁安尼驶，嘛毋捌甲拍，毋过感觉无亲像较早迄只遐亲近。人做伙都会有感情上的无同，对牛免讲嘛会有无同的感情差异。上少阿德啊都无伫牛条困啊，因为伊要娶某啊。阿德啊25岁才娶某。媒人婆啊来报亲情，对方是过高仔人，离恁庄无偌远啊。恁若有闲，看是要去头上一个，也是约时间对看一下。阿德来去看一摆，可是远远看查某囡仔一个形啊尔，就讲人若无烧气嫌就好啊。媒人婆啊原本想讲，即可掠一只牛爱想遐久，娶一个某毋着爱上几年，哪知代志变遐简单，趁即个红包咧，阁真轻巧，喙笑目笑，甲人讲：哎哟，阿德啊掠牛比娶某较顶真，莫怪人叫伊小德啊。亲像即款的代志，伫迄款拍远的年代，应该毋是外稀罕的。讲来，阮厝邻的顶一辈，拢还无爱食牛肉，就会当理解啊。今仔日的广播剧《小德啊掠牛》是由陈明仁原作，罗家书编剧，洪秀芬台语校正，上阳唱片顶提供配乐。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阿德啊，关凯英演出；梅兰婆啊，彭元英演出；庄民、何桂丽、林木英、黄金辉、邱家园、陈英珍演出；老教的罗朝辉演出；主人家林依玲演出；阿德的老爸桂仲坤演出。厝边陈立明演出，做事人林君华、蔡培军演出。
暖暖咱们客。咱来故事看万地。放花来卫生。今仔日要来讲民生的开讲的读册班，是咱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公车台语社5位代表林义婷、王庆珠、陈丽英、陈丽文，还有郭仲坤。首先，咱来听这5位代表因读今仔日这篇故事的感想，还有民生的回应。大家好，小弟啊，例如，互我的感想是安尼吼，人甲动物吼的感情，若像小弟啊安尼的时阵，因饲的迄只牛啦，甲伊的感情讲真正使人感动啊。人甲人的感情是安怎？是日久生情的嘛。但是这拢真正常啊。毋过代志若是讲做人交迄个动物有遐认深的即个感情，应该吼无几口走有诶啦。由此咱就会当看出来讲，小弟啊吼是一个吼真重感情的人啊。吼会当讲做伊的某囝一定真幸福啦。吼，这是我的感觉啊！啊，演过的人拢做实人嘛，啊，家家户户应该百成以上拢总有饲牛啦。啊，牛哥为透早做甲透暗嘛，啊，要食牛肉迄种的时阵就对啊，食袂落啦。啊，动物当然嘛有伊生命甲感情啊，吼，敢毋是咧？这是我的感想啊，嘿嘿嘿。读民生的作品吼，逐渐互我想到我顶一年的长辈，尤其是我的师大人。啊，这篇写做实人小牛的故事，我小时候读煞，我了解也有阮阿爸吼，阮爸爸伊毋食牛迄种心情。阮老爸是庄脚囡仔，伊细汉厝里嘛有饲牛做食啊。阮伫厝吼，阮厝内人嘛拢对伊无食牛肉，毋知影讲伊迄种做食人。甲有真深的感情伫咧，毋过到底是啥物款感情？这篇我读了，我了解也有啊。啊，我头摆细汉去食着牛肉，是对阮外妈转去阮家己大舅因遐歇煞，因算是都市人，哦，啊，就是迄时阵呢，就是即马即个家己的快意生活村，哦，迄个地头，就是家己恁丈的宿舍啦。啊，阮二姑就是负责起迄个宿舍的工程师啦。阮二姑讲吼，文明人对日本咧明治维新食牛肉是死行，食迄牛肉吼无啥货，所以都市人甲庄脚人确实是差真济。啊，阮大金煮的迄个牛肉面吼，到今我还阁会记哩迄个气味啊，迄个滋味吼，决定毋是啥物肉牛啦。肉牛我即摆会晓分啊，毋过迄个气味我咧想，本当是台湾牛啦。啊，这吼，阮阿爸过身去啊，这毋通互伊知吼，这若互伊知影讲我头食牛肉吼，这会去切着伊对牛仔兄迄种感情，所以我读着民生的作品，拢会互我去想讲，啊，咱顶一年，咱的时代，咱的长辈，因迄个年代，因的观念，因的思想是啥？啊，这只有是对册里才有法度去理解着，毋是我即马伫任何的媒体会当去感受着。啊，真感谢先生。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古吹台语社的成员陈丽英。这篇故事吼，互我感觉讲，老师吼，伊要写这篇故事吼，有一个对照，你知无？伊咧敬牛是足用心的，安尼一只看过一只，但是要敬某，啊，无小气嫌就好啊，就是安尼，所以我会感觉讲。这篇故事吼，老师写甲讲，即人甲牛的感情吼，
互人感觉讲，即个小弟啊，伊就是知影去感恩讲啊，这牛替伊的付出，啊嘛知影讲，伊甲牛就是生命的共同体。有牛，伊较有法度趁食；有牛，因兜较有法度有收入。吼，啊嘛知影讲，要安怎去感谢照顾这牛。吼，我感觉有一个所在嘛，写甲互足感动的，就是讲，这落教的即家伙啊，因要山走啊，因要搬去外国啊，吼。啊，因迄主人家吼，要甲牛离开的时阵吼，我感觉迄幕嘛足，互人足感动的。哦，迄幕看甲吼，感觉心肝塌起来，心肝艰苦，毋是虚味尔，是足艰苦的。嘿，毋甘啊，嘿，毋甘。先呢，大家好吼，我是高雄第一社区大学迄个读册会会员啦吼。今仔日这篇小弟啊猎牛吼，我感觉这会当看到，比如讲咱讲感情这件代志啦吼，会当分人甲人，啊人甲迄个精神啊，啊嘛有人甲物件，吼啊这篇其实看会出来，就是不管是咱讲的小弟啊，还是讲遐个要移民去巴西嘛吼。因其实拢真用心咧对待，就是甲因做伙过日子才会精神啊！吼，这应该就是讲较拄仔咱先咧嘛有讲着，较早人心肝拢真好，啊嘛真朴实。伊对人也好，对精神也好，就是拢是真感情啦，吼。但是即个故事内底，伊就讲着讲啊，伊。迄只牛要死去时，口敢若死白死无吼，这就互我连接着我家己生命中的一个故事，因为我家己嘛捌饲过一只猫啊，啊，就自满月饲甲伊18岁，啊，就过身。啊，咱捌讲过讲，咱过身是咧讲人，咧讲迄个精神啊动物。毋过确实我家己当做我的后生，所以伊死的迄天，我真正口甲像死白死无吼，啊，个。因为我是佛教徒，所以我就伫个伊差不多要走进前的前半段，我就连什么往生被啦，吼，迄个金刚刷啦，啥我拢请好啊，吼。所以伊内底即篇故事内底迄个心情，我完完全全我是会当去体会，吼啊，因为即只猫啊，伊陪伴我18，当迄若讲咱饲一个囡仔嘛，大学啊，吼，所以我会当理解讲，哦，原来。你迄个感情若放落去，你后壁吼，真正是袂收煞迄种心情，我会当体会啦吼。啊，搁再来就是因为即摆社会感较早，真正差足济，所以内底咱先咧就有写着迄个伊就是13岁，伊就开始落田嘛吼，所以内底有啥晒、犁、捧、拖、落桶。拍六搭换手杯，哦，这真正是，这若无先咧留落来吼，留遮个物件，咱即马较会知影有遮个吼，咱较早的人拢用遮个物件咧做事啦吼，啊嘛多谢阿仁先咧留落来遮个物件，嘿，感谢。台湾人做事人无食牛肉，甲即马也是无食，这是足宝贵的感情。莫讲佫宝贵啦，佫高贵啦，真高贵啦。做事人无牛吼，伫即个古早农业时代，啊嘛无啥物好的技师，啊一直到狩猎时代靠牛，日本人靠马哦，日本人靠马哦，日本人咧马是马，啊台湾是牛，啊这样感情吼，我就是要来遮来。啊，佫有一个关键，尾啊去出去巴西，迄阮兜有经过。我囡仔时代，我未入国民学校时代，啊，迄阵巴西要开垦，这历史啊开放世界，讲你若要来的人会当有厝，啊有牛产了互你。日本上济，日本人几啊批去巴西，日本人有几啊批啦，一直到这个1970年代过来咧过。台湾甲巴西无关交，是日本透过教会，啊甲台湾人对教会讲。恁若要移民，有这条件，啊，阮遐原岛教会的牧师就咧讲，啊，信徒有人要煞去煞。即摆巴西有一个叫做圣无义教会，台湾教会即摆还在讲台语咧，啊，用平语，即阵咯。啊，伊迄内面就是有一个叫做六家村啦，就是阮原岛人啦。
阮伫阮兜人，大家信徒啊，就去遐。阮阿伯听有这个消息，走去甲牧师讲我嘛要去，因为我若安尼，我无法度，我一只阮后生我无再栽培啦。牧师讲，拜托你讲，你莫甲讲，你毋是基督徒啦。我嘛讲好。甲阮阿伯要出来进行一工，阮阿公40无退我嘛，厝里拢阮阿伯咧做嘛。阮是一个，还佫10个几岁囡仔。阮阿公听一个拢分离，拢较贵咯。你若去我会死，啦。阮阿公较贵咯。阮阿伯也就去袂成啊，无我就去啊。无我即摆我就是无坐2日啊，迄正经诶代志。我写是我记伫尾啊，我写发表了后，哈人知影拍啦，去找着书哦，讲有啦，有即个代志。尾啊，爸这迄边无去啦，嘛有等下台湾有搞接过。我正是我毋知影啦，尾等后有影若家传无去教会啦，阮兜嘛险捌去啦。好食者吼，主要是咧讲，咱迄毋是形式啦。当然，即摆即个时代真济无做实诶，无咧经验诶。咱嘛理解迄牛肉好食，就要控讲，对无？咧，我若来台南，若无食牛肉汤，我毋转去啦。来台南，我若无食牛肉汤，我毋转去啦。好，感谢面人先。送到来是咱问问题时间，咱请读册判分别来请教面人先的问题。若是无落宗教啊，即种禁忌啊，像台湾人安尼的时阵，对于即种遮尔亲密感情，所以来无食牛肉，吼迄当时的外国人，伊嘛咧正常啦，因迄当时敢有哪会无食牛肉？迄个国家的农业发展无共，西方人机械化真早就有啊。伫机械化进前，伊嘛无用，伊是用马。安尼用敢无？手来无共款啦。无，迄世界上有诶所在无济。换安尼讲啊，因敢无食迄个马肉？这无迄代志啦，因为所以咱就比较高贵嘛。我讲是安尼嘛。日本歌有一条歌吼，叫做。可爱马，没听过无？总诶总算作曲啊，红写出啊。可爱马嘛真难去做诶啦。日本话叫做车保重啦，日本歌名叫车保重，就是一只野牛啦。伊就袂当像我本来咧驶诶牛啦，要袂去都市啦。可能去都市会当大车啦，无可能吼半桌肉有啊，无可能啦。伊叫甲马讲你爱保重啦，你去了后你爱听主人咧教安尼话啦。变做可爱了。我只讲一句大话啦。讲哪讲，明年咧你遐老会当去做啥？我无，就无牛驶马啊。咱台湾人是无牛驶马，就无牛啦。我说马算我第二选择啊，做牛一次啊。日本人是无要驶牛啦。这台语就趣味，我伫迄个台湾字就写这个故事啊。就是趣味伫遮。各国的环境无共款啦，毋是拢牛啦。牛是印度这边较有诶啦。这边的系统诶啦，美国有足侪牛哦，迄牛的名称超过20个哦。迄个阿士、公牛、卡尔、母牛，规群的卡头，规群的。你日本嘛有迄个公牛、母，公牛细啊母，小牛细啊，有无？迄都无个，因日本人伊都畜牧国家嘛，所以动物拢足侪名。无共款是，台湾是斗阵国家，所以咱的米有无？有足特殊啊！对我不晓得有诶无？因拢来是啊。所以讲，你毋是讲全世界诶农作拢共款啦。牛做主力，嘛是中国诶南部啦，嘛有啦。就江南以后嘛是有用牛啦。北部嘛上马啊。我想要问讲吼，咱这篇内底有一句讲。主人诶囡仔伫边啊，嘛无看戏，无看戏，即句无看，罕得听着，敢是无看心诶意思，还是讲有无形无义诶意思？有我啥无？无心情啦，无看创啥？我伫咧做事咧，无你讲啥我都无看听着。你20分钟读看啦，国读怪叫做真少啦，看
看如看心，啊无看创啥？我为着这个代志啊，心情无伫遮，啊就无看啥。我是丽英啊，吼，我嘛是真正有迄个疑问，遮大型的动物是安怎用掠？其实伊就是去拣嘛，伊就是去找嘛，伊用掠，所以我感觉即句嘛用了足水呢。我就是互即个题目吼，甲我吸引去。我本来就是讲掠牛是即只牛胖过尔，伊去甲掠转来，吼，叫做掠牛。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吼，就是这伫后壁遐吼，最后要结束遐又讲，又去送一个某啊吼，伊讲人若无烧气嫌就好啊，意思就是讲人若无嫌我安尼就好啊，吼是安尼意思。第三个问题就是有写着讲，因兜的迄个田是正价地，若正价地就是还袂到一价，吼毋过尾啊遐佫有讲算的，敢若是讲价外地。价外地就是超过，超过。所以即两个拢有伫即内底出现，嘛是拢咧讲迄块地，毋知。对啊，但你就是安尼啊，地甲地，你要甲一家地啊，床嘛正对成嘛。无烧气嫌，就是讲你真正无嫌我安尼吼。无啦，迄台湾人吼，谦虚吼。讲谦虚嘛是啦，讲本分嘛会使啦。我有请台湾人警。我有请交警同警，家己嘛是我有请交同警，我下骹搁只厉害没操较济，我有啥物交警同警？迄嘛是一个顾欠嘛，当然嘛顾欠嘛是有一个事情啦。迄个台湾人就是安尼啊，人若袂得好啊，我就用警察。迄个一个速度啊，你拢无注意到？伊讲啥？人会当用话是语sau沟通，牛袂听无咱的话，这重点。话是要甲人相沟通诶，牛袂当甲人相沟通，所以人较歹溜达，你嘛会当有话来沟通，对无？这重点是啊。牛敢若无会讲。了解牛诶牛性。对啊，这个了解性这牛咱就害啦。伊牛毋是用掠诶尔呢，伊搁用上诶呢。上啊，要去上啊，要叫掠去上啊。伊毋是掠牛，伊其实是上牛呢。你敢要较早伫牛皮啊？你迄个牛，你若看介意啊？要安怎甲牛？迄卖牛当啊有迄鸡啊，鸡啊就是中介啦。你个牛开大开始啊，爱车牛迄人就是各专门中介人啦，叫做鸡啊啦，鸡啊嘿，鸡啊，鸡啊，你无甲伊讲钱啦，迄食个手哦，伫个手内底比偌济啦，无互偌济啦，比偌济啦。了动就爱看伊喙齿啊。看喙齿上重啦，有啦，有看过你写过迄篇文章，喙齿写安怎？喙齿黏回啊，用无用看喙齿拢会知啦。喙齿，嘿。老师写过牛戏这篇我看过，内底就有讲着。牛戏嘛，牛戏白呢，因特别话，这社会话啦，牛戏的专门话叫牛戏白啦。好，佮请教老师吼，像这牛安尼，伊若是伫庄骹伊过身了后。伊死去了后，是拢家放火烧。无啦，迄着这啦，着这较会传染病诶啦，再扑灭啦，嘛有地人去泡白啊。你若带病就袂使迄落啊，袂使这嘛，叫你爱烧掉啊，袂使带啊。你若为着土地伊即款物件，你嘛袂使带啊。瘟疫啊，着有这啊，吼，着有这啊。咱较早因为。做事人无咧食牛吼，毋过教书若是落教诶，因信仰无共，敢共款有若无咧食牛吧？我问你啦，即摆台湾上济外国人，啥物穆斯林，你有食猪肉？伊一世人袂食猪肉，因无食。你安怎伊就袂食？咱即寡迄个菲佣啊，做穆斯林啊，猪肉敢袂歹食，敢歹食，无关系嘛，因咧信仰嘛。了解，我遮佫有看到吼，伊就讲，因为庄脚人较刁吉啦，吼，所以无顾一只牛，互伊袂过身。伊讲过3工，即个阿吉啊，就请一出大旗去顶仔位搬，是安怎要请伊去搬？我无理解。
因为伊未过身，应该是爱做啥物动作去感谢迄个。人个信教就袂去听你个嘛，要好你就要好你啊嘛，你要好你就要好你啊嘛，无条件个嘛，啊你用搭车就是做过用搭车嘛。啊，着逐个做伙拢会当看着。嘿啊，搭车迄就是一个复杂个方式嘛，家己去请一个做看嘛。啊，互逐个人拢知影讲，啊，我就是要报家己，互我遮有安尼。伊袂讲啦，个人就袂讲啦。因为袂讲，我咧报答你啦，你倒我来目睭啦。我甲你讲一个故事吼，台语个故事。讲有一个人吼，搬去一个所在做梦啦，做梦了无？你目睭嘛吼，目睭，做梦，目干，木匠个目睭，目睭啦，做梦咧做几十年讲生意袂歹，有趁着伊讲，伊着。叫一个人来讲，我想讲要来请一杯戏，来感谢这富贵人家捧场啦。无今仔日啦，天气嘛迄搭聊个啊，但是我若无请我做我来请个吼，人计是讲咱咧社气啊，是咧啥创啥无，靠军啦吼，讲你拜托诶，你礼拜二你甲写一个纪念啦，你要写安怎？伊讲我想好啦，若无迄当时去个好小吃。那有这当今清清楚楚是同体，那有这东西啥物？清清楚楚是同体。那个啦，超老大。还要装生死啊？装生死，装生死啊！起口的，起口，还讲我来好吃，咱若白字就无问题啊。啊，喊自家去找啊，这个火猪蛋要去找伊啊，这就是台语故事。因那华语古教就是汪就是喵喵，爱国的状况大细只，古教汪叫喵喵，迄拢是做无可好物件啦。好，感谢今仔日高雄第一社区大学鼓吹台语社5位读册班，甲咱民生的带来精彩交流。这部续落去，咱要邀请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文系系主任杨文健副教授来分享伊甲作者民人生的实际经过。我简单讲，我甲阿玲实际一寡经过，或是我对伊的了解。因为我是1984年读大学，咱知影迄个时阵还未解严嘛，就是解严的时阵。解严是伫迄个我3年啊，休热3年升4年的休热。我大学4年的时阵，因为有参加一个农村生活营，伫1988年的时阵发生一个代志，就是迄个时阵因为果子落价，所以迄阵其实全台湾的果农有来台北抗议，是正话的时阵，迄阵因为我迄阵大学生对这物件阁小可关心，所以后来就是。因办一个农村生活营的时阵，我有去伫一集，迄阵用休寒的时间，有一个差不多6-7天的生活营，就是讲先开始是先做一寡讨论了后，就是分配去农村，实际上甲因2-3天了后，佫转来，做一个结论，大概1礼拜的时间。因为我迄阵伫农村生活营的时阵，伫迄个营队的时阵，就是大家暗时拢会找时间开讲嘛，所以无啥困有一天就是。半暝应该是到2点左右，平常都有一个人走入来就散个无板我因对伊第一印象是安尼伊迄阵介绍阿无叫做阿玲伊就来甲我讲，伊叫做陈怀沙陈怀沙，是一个记者因为迄阵迄几年伊有伫做东华杂志的记者就做伙开讲但是开讲无1点钟了就伊个普利秀都无去就走去所以我敢若对这个人有一个印象因为我是大学的时阵开始做一寡台文的工课，后来做兵，大学毕业做兵了，搁读研究所的时阵搁甲有熟悉因为我伫1991年入去迄个清华研究所的时阵迄个时阵就差不多是台文通信要成立的时阵因为做台文运动有熟悉包括伫清华的时阵，因为交大迄边社团嘛开始伫做台文的一寡
若是开始伫学台语文，有邀请阿玲做讲师所以变做迄个时阵就熟悉阿辉、阿玲因迄个时阵其实阮的印象就是阿玲就是甲阿辉就是做台语文的一寡工课因为编杂志啥物物件个去试过去成立读册会但过几年就是迄个时阵开始阿玲有写诗过来就写故事1996年迄个网报成立的时阵，其实阿玲其实讲较真清楚就是讲伊写一寡故事，结果无所在发表要安怎就是家己编杂志你知影编杂志就是了钱但伊迄段时间就是甲迄个芳的故事拢写出来，当然后来出版迄阵阮其实网报时阵定定有看这个文章嘛感觉伊的文章真有台语的开口而且嘛有迄个感情就是讲你真少去读的时候，你会感觉伊内底有感情，就是尤其是有真侪台语词我感觉咱读迄个阿玲的小说也是散文我感觉迄个台语的功力会增加就是因为伊有内底有真侪迄种就是而且伊的故事嘛读起来嘛真轻松嘛有时一寡物件你拢会感觉会当互你想真侪代志。暖暖咱们去，咱的故事探万地。今仔日的广播剧内面有讲到金早晚、胖健、过益这几句台语词。这部线入去，咱邀请台语专家、前台湾歌册学会理事长萧林春老师为咱来解释这几句台语词的意思。金早晚，某人讲金蛇晚，这金早晚就是早晚，迟早。胖健，胖健，胖健，这个词是对拍唔见，拍唔见，某人讲拍唔见这个合音的现象，拍唔变拍唔见。呢，即摆可能无人咧讲呢衫，呢就是甲欠气挂起来，较早拢用竹篙像阮兜即摆拢用锁过来过益，若捌挂过牛的，就知影过益。牛会伫烂土、烂骨落去过益，可能内底的一寡虫啥物会甲洗掉是脚长长，想要小鸟问，你来来去去，会当陪我远，敢会陪过阮故乡的残垣？这首《故乡的残垣》是陈明仁作词，纪晓玲作曲演唱。感谢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专门节目。这个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专门电台制作，江苏主持。感谢陈明仁、萧凌春、陈鸿辉、陈木真、吴希美担任节目顾问，杨文言、丁宏珍担任节目来宾。
台文博览会、瑞士老台语、鼓吹台语声三个读册会合作节目制播。曾文溪电台配音团队甲第5届台语广播配音演习营学员参加广播剧配音，襄阳唱片、文顺唱片提供音乐。后一集咱要播送的故事是《孙情王宝钏》，欢迎准时收听。照我远，敢会照到阮故乡的残垣？